我要见韩王。你不能进去！闪开！肃静！你不能进去！你们干什么？闪开！不知道女皇陛下正在接见我们的韩王吗？俄国人为什么抓走了我八喜？他带领我们救了韩王，难道错了吗？住口！这里是军营，不是你们的牧场。你是谁呀？啊？难道是俄国人的狗吗？放肆！来人，抓起来！干什么？都住手！韩王，茨波克，怎么回事？有人闯帐。哦，俄国人抓走了我八喜。你是谁？达什顿。哦，你是钦格勒的儿子。是的。好样的，孩子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欺负你的兄弟的。你回去吧，都听着，让他走。便宜了你。敦多布拉什王爷，我现在已经查明季利申克将军，他给你的军团很不公正的待遇，我已经处置他了。陛下，我怎么没有见到那第一个冲进土耳其人营寨的年轻人？他是谁？陛下，请您原谅，我正要向您说起这件事情。可是您说的太迟了，他就在这里。爵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问题是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我儿子。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韩国和俄罗斯有一个关于继承人的约定。没想到，哈，你可真有个好儿子。上帝，他是你的儿子。是的。难道韩国放弃了与俄罗斯的这个约定吗？爵爷，你没有记错，我是有一个儿子曾经充当过人质。不，他是接受教育。陛下，他叫萨赖，如果活着，他今年该有28岁了。他在什么地方？该不是已经死了？他死在阿斯特拉罕的一个修道院里。他死了。哦，上帝，真是不幸。敦多布拉什王爷，那真的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，我深表同情。陛下，那是17年前的事情了。就在萨赖死的同一天，我的王后又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可是因为难产，他死去了。依照我们历代相传的预言，这样的孩子是上世的灾星阿罗查转世，他的降生伴随着恶兆。你还认识我吗，年轻人？我就是你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日耳曼女人。女皇陛下，你应该听懂你父亲的话了。你真的知道有这样的预言吗？像我这样出生的孩子，不能姓父亲的姓氏，不能进入家庭，不能让一切人知道我的存在。是父汗怜悯我，将我交给了我的父亲钦格勒。直到我长到17岁，靠着佛法的灵光，化进我身上的祸根，方能成正果。否则，将有众多的灾难降临到韩国的土地上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陛下。我想我的父汗一定是因此不得不违背了约定，向您隐瞒了我出生的消息。你是在向我述说别人的故事吧？陛下，长辈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孩子。你是怎么长大的？我住在一个只有5扇哈纳的毡房中，和所有牧人家的孩子一样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额济教我识别天上的星象，体察草原那变幻莫测的风速。阿爸教我从狼群中抢夺会被咬伤的牲畜，因为那些牲畜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。很小的时候，我阿爸就把所有牧人应该具备的本领全都交给了我。那你见过你的父亲吗？我的父亲叫钦格勒，在我9岁的时候倒在敌人的枪口下。至于我的生父，
他是图尔扈特汗国的汗王，他对待我，就像对待所有臣民的孩子一样。女皇陛下，顿多布拉什王爷，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，我像您一样，是不能容忍任何违约的行为的。可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是绝不能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。今天我是第一次拥抱了我的儿子，也是在今天，我和陛下您一样，第一次看到我身负罪孽的儿子是怎样成为战场上勇敢的山鹰。我知道，是伟大的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水哺育了他。陛下，如果你要惩罚的话，就把所有的惩罚都加在我头上吧，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儿子，我已经知足了。顿多布拉什王爷，你既是痛苦的，又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你不仅有一个勇敢的儿子，而且还有一个仁慈的女皇。陛下，您看我的韩父，他老了，我们的战士一个个负了伤，疲倦了。来时5000名所向无敌的勇士，现在已经有1半人把他们的鲜血洒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。我从韩国来，那里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正盼着他们的亲人回家。沃巴西，别忘了，你的韩国属于伟大的俄罗斯。我已经见识了俄罗斯的辽阔和强盛，我也看到许多俄罗斯人也同样盼望着他们的亲人归来，祈祷这场战争的结束。陛下，我们已经为您赢得了胜利，土耳其人已经被赶回了他们的领土。我记得，在您亲自签署的诏书中说，这场战争是为了上帝的荣誉。圣经说，上帝要世人爱他们的邻人。年轻人，你读过圣经？陛下，我还记得您说过，一切为了俄罗斯而战的人都是您的兄弟。我更忘不了您在面对战场时那伟大而深沉的悲哀。陛下，您需要和平。一个身上还沾着硝烟和敌人血迹的勇士，却向我祈求和平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如果我说错了的话，我愿意接受您的一切惩处。起来吧，我答应你了。陛下，您答应我了。是的。吻我的手吧，年轻人。你可以跟你的父亲和兄弟们一起回家了。你父亲老了，我任命你为韩国督办，好好的辅佐他。可别忘了，当俄罗斯帝国需要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你这双能捉住狮子的手。吻我的手。为了和平。为了和平。好了，年轻人。女王陛下有令，战争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回家了！沉睡的战场，人们在酣睡，硝烟飘渺，回家的战士稀稀拉拉地汇聚起来，默默地背起行囊。他们告别惨烈的战争，看得出活下来的士兵已经没有了昨夜的疯狂。我的孩子，这10几年你是怎么度过的？现在你该知道了，阿爸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了吧？
可是我的心情，只有你做了父亲，才能够理解呀。啊，傅汗，我过得很好，我的阿爸阿妈还有我的兄弟大士敦，我们亲如一家，和草原上的每一个孩子一样，享受着自由的阳光。自由，我的孩子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啊！可是你懂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自由的人了，就像我一样。傅汗，我还真的不能懂您。一位韩王，还有那位神秘威严的女皇，我只会用一颗普通人的心去对待这一切。在我来到战场之前，我还认识了一个俄罗斯人，他叫安德烈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俄罗斯。我听说过这个人，是个造反的农奴吧？可他并不像女皇说的那样是个罪恶的暴徒，可女王的军队却要消灭他。孩子，女皇要消灭的是反对统治的农奴起义，这个女人是不能容忍反对派存在的。我的孩子，这个女人野心太大，她要扩展疆域，吞并邻国，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蒙古人从我们的圣祖成吉思汗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战争。这几百年过去了，我们蒙古人似乎只有征战才能生存。可是我的孩子，我已经厌战了。战争给我们的族人带来多少苦难呢？有多少勇士倒了下去，孤儿寡母苦不堪言。我们颠沛流离，我们几代人都渴望回到东方，回到我们的故乡啊！可是我的孩子，我们是越走越远了。傅汗，孩子，你知道，在别人的国土上做汗，更是苦不堪言，承担了上天的重负，苦苦支撑。我的祖父伟大的阿育齐汗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看到了吗？俄罗斯越来越强大了，将来在你肩上的这副担子是越来越重了。傅汗，在知道了上天赋予我的责任的那一刻，我就同时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，任重而道远。可是傅汗，您就没有想过走上回家的路吗？孩子，佛祖和苍天会安排一切的。哦，亲爱的小妹，你这些天都躲到哪里去了？伯父纳森的离别是我们家族的悲哀，我和我的妈妈常常忏悔，想为你家讨回公道。你知道，那些俄国佬对你的父亲很不满，认为虔诚的信徒不该吞吃圣物，所以他们不答应再给你们追加抚恤。是我和我的妈妈，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，据理力争，叫他们不要计较钱钱，看在我们家族在宫廷里的声望，免去了收回你们家的房子。谢谢你了，请你离开这里，我这里不需要你和你妈妈这样亲切的关怀。是吗？亲爱的小妹，我怎么忍心让你独自待在这空空的房子里呢？难道你还在想着那个穷鬼吗？他连他自己的性命都难保，何况你呢？哼，千万别苦了自己，还是让我来疼你吧，让我来抱抱你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给
给你们家的抚恤金。收起你的关怀吧。如果你再不走开，我会像我的父亲一样。好，我走。我走。傅寒，喝药了。好。路途的颠簸叫您，是我没有照顾好您。傻孩子，不要说这种傻话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阿爸我老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韩国将来是需要接班人的。你赢了我，使我们韩国看到了希望。我的靖安簪属于英雄，属于胜利者。孩子，记住，做一个韩，你可以宽容，但是不能软弱。要让敌视你的人知道你不可战胜。傅寒，我记住了。特别是对于策伯克。策伯克，我觉得他和他家族的那些人不一样，他很聪明，懂得很多事情。是啊，在整个韩国里，只有他才能给你最好的帮助，可是也只有他对你形成最大的威胁。为什么，傅寒？我的孩子，因为只能有一个人做韩。傅寒，可是做韩的人也要有兄弟有朋友啊。我觉得管理韩国需要很多的人才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是啊，我的孩子，如果你一直都能这么想，也能这么做，阿爸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韩。阿爸像你这么大，你的额吉都娶到家了。傅寒，额吉她是什么样子的？她美丽、漂亮，她是个坚强的女人。为了把你带给我，带给这个世界，她选择了离开我。额吉，孩子，你的阿妈不在了。告诉我，你要取个什么样的储妃呀？我说吧，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，让阿爸听听。我喜欢央金。央金，就是你和女皇说的那个姑娘。对，她是个好姑娘。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婚姻是要由王庭做主的。傅寒，难道您嫌他是个平民吗？我知道，他是顿大科夫家族的人，已经接受了坚信礼。他不能退出东正教，那会引出麻烦的。傅寒，为什么他要退出东正教才能和我成婚呢？经文上讲，佛门广大，佛法无边。佛门不是要排斥其他的信仰，而是包容。傅寒，您的儿子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与您谈话，是因为我的感情和许多贵族家的孩子不一样。我是牧民的儿子，我有一个叫我敬重的额吉。从小，他教我看天上的星星论星象，看草原上的生灵说古今天地，
畜群一代一代的繁殖，战争一年一年带来残酷的死亡。在夏天，他教我认识草原上的狐狸怎样的找到配偶；在冬天里，他教我怎样和狼为伍，共同度过寒冬。他让我学会体察风是怎样带走变幻的流云，雷是怎样把茫茫草原变绿变黄的。我的阿爸钦格勒教我在马群中驯服儿马。至于央金，富汗，您知道他的父亲是个胆小鬼，他们家是我们韩国改信东正教最早的一批人。可我喜欢她，不仅因为她漂亮，而且还有着菩萨一样的心肠。我们在一起长大，她也曾经冒险救过我。可是，孩子，富汗，蒙古男儿最看重的是遵守承诺，特别是对女人，对吗？为了这个，我已经想过许多天了。儿子，那你问过佛祖了吗？这正是佛祖给我的启示。好样的，我的儿子，你真的长大了。来，起来，上马。富汗，儿子，如果你能超过我的马，你的要求我都答应你。富汗，怎么嫌我老了？试试吧，走。我巴西，追上来！难道让当父亲的停下来等你吗？我来了。央金，战争结束了，我巴西回来了。哎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军胜利凯旋回来了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你快去看吧。哎，我巴西回来了。你在骗我？这是真的，我巴西就在队里，你去看呐。你不去，我去了。巴西回来了，怎么会这么快？什么？大军归来，许多家庭团聚，可是更有不少的家庭又一次经历了失去亲人的悲哀。那些在轻声饮泣中远去的乐乐车，重逢的亲人们也都克制着他们的喜悦。我第一次走进王庭，韩国权力的中心。诸位，我们回来了，但是我们遭到了巨大的牺牲。韩国的天空总是被阴云密布，百姓的心头总是被死亡的阴霾所笼罩。可是我还想告诉大家，玉石没有表层，钢铁无需粘合。图尔扈特人的骨头是百折不回，意志如钢铁般坚强，是金子
总要闪光的。我们将要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。今天，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年轻人雄才大略，足智多谋，作战勇敢。我意欲让他们出谋划策，担当国家的栋梁，统帅我们的军队和百姓，保卫我们韩国的疆域。若你们的盼望和你们的话是一致的，若你们的口比着你们的心，我们就立下文书。我死后要确立沃巴西为汗，作为我的汗位继承人。今后，沃巴西汗的话当做你们骨肉中的灵魂。我死后不许更改今天当着我的面决定的事，更不许违反我的法令。一切来得太突然，我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自己的新角色，就被黄袍加身。做一个汗，与做一个牧人，这是多么不同的生活呀！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那个可以在草原上随意嬉戏的沃巴西了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命运的恩宠，对于我而言，却是一种严峻的责任和考验。从此，图尔扈特的命运就落在了我的肩头，需要我全力担当。然而，说实话，我多么怀念从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呀！我的小策布克，你在看什么？夫人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唉，这本该属于你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算了吧，夫人。过去的事情，就算过去了。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想他们是不会为难您的。您呢，也就不要再跟他们计较了。我计较？你别忘了，我还是先汗的遗孀，你也是韩王的亲孙子。夫人，我可是为了您好，难道您以为人们不知道您和您那个冒牌将军都干了些什么吗？夫人，还是请回家吧。策伯克，你早晚有一天会后悔的，策伯克。请。娥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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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瘦了，也黑了。娥姐，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瘦多了，娥姬想你啊。娥姐，你也瘦了，也黑了，头发也白了。娥姬担心你们呢。娥姐，你们走了以后，杨青姑娘一直照顾我。她是个好姑娘。娥姐，傅寒也要说见她，他让我和娥姐带杨金一起见她呢。走啊，娥姐！哎，走啊，娥姐！不去了，娥姐，快走啊！走啊，娥姐！走，快走！
额姐，快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不去了。快啊，额姐！傅寒，傅寒！韩王，哦，桑金妈，你辛苦了，我谢谢你，整个韩国都要感谢你和亲哥了兄弟啊！我巴西是个好孩子，佛祖保佑他。是啊，我听我巴西谈起那个杨金姑娘，她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对，这孩子很懂事，就是心思太重了。他老是躲着我。傻小子，嗨，他那是害羞啊！你要是真喜欢他，就去追他，把他给我追回来。是。孩子，额姐，您……哎呀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让他去吧，去吧，孩子。蒙古男人该有一股子野性，他们都是这样得到心爱的女人的啊！去吧，孩子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桑尼玛，请。怎么样，打中了吗？你看，杨金，打中了。没想到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想着我们一起在这里放牧的情景，就好像在昨天似的。你看，那边的那块岩石，就是我们的见证人。我常常和达士敦对着他扔石头打赌来着。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了。杨金，欧巴西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吗？你已经是韩王的儿子，要接替汗位了。我要先娶你。我是东正教徒，我要娶的是你，而不是宗教。你会遭到反对的。别傻了，谁会反对韩王的决议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如果我是未来的韩，我要娶你，人们都会服从的。不能反对吗？这是韩王的权利，是吗？这是我的权利。你看，我打中了。乌巴西，那如果什么？如果达士顿反对呢？别傻了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他是我的弟弟，我已经和韩王说了。他真的不会反对吗？不会。巴西，我们不是兄弟。从上次我跟你打赌，想得到韩王那柄短剑以后，就已经不是了。你胡说！我永远把你当成兄弟，永远。达士顿，你知道我想什么吗？我在想央金。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？我就要娶她了，我知道你也想。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想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吗？我不喜欢她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央金不好吗？我不喜欢别人把你从我身边拉走。说你是个孩子，还真是个孩子。等你以后遇到一个好姑娘，你也会娶她做老婆的。我不，我才不会娶老婆呢。我今生今世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们是兄弟，是一个人，
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，除非我死了。达什顿，你想怎么样？来呀，杀死我，然后再去取你的殃亲。达什顿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达什顿，达什顿，你别理我。达什顿，走开！你这家伙想跑哪儿去啊？你还在生我气啊？我是不愿意给韩王添麻烦，他老了。你以为我是瞎子？真生气了？不敢。我巴西少爷。天下还有达什顿不敢做的事吗？哼，少来捧我！刚才还板起面孔训斥我，现在又来说好话。我在10年前就不玩这种把戏了。你想生气就生吧，谁让你是我的兄弟呢？兄弟？我们还是兄弟吗？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们是躺在一个被窝里，喝着一个阿妈的奶水长大的，不是吗？啊！算了吧，你现在是王子了，有地位，有身份，还有女人。我算什么？一个牧人的儿子。你别胡说了，达什顿。哼，我说到你的痛处了吧？啊，你现在眼里只有那个女人，还有我这个兄弟吗？你胡说！真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，韩国竟然乱成这个样子。是啊，韩王。杨金的阿爸后来怎么样？快出事儿了！出事儿了！哎呀，你的宝贝儿子沃巴西跟他的兄弟打起来了，打得可厉害了，死去活来要拼命呢。哎呀，我那犟牛犊子干了什么事儿了？原来司徒是还去看看。韩王，韩王，韩王，怎么了？韩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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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韩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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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达什顿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们兄弟的感情。今后我待你会像亲兄弟一样的。来。是啊，达什顿，你听我说，我去央金不会舍弃你的。你应该高兴啊，我的兄弟。达什顿，达什顿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了呢？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？娥姐，娥姐，你不听话，瞧你不听话。娥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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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，娥姐，娥姐，你起来，娥姐，快起来呀，孩子，起来。娥姐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娥姐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沃巴西永远都是您的儿子。我是喝您的奶水长大的，您为我吃尽了苦头，您的养育之恩，沃巴西今生今世也难报答。您是我们蒙古人最伟大的母亲。娥姐，我错了。你太不听话了。娥姐。很久以来，奥斯曼人受苏丹政府的舰队和军队的保护，在克里米亚、喀山、阿斯特拉罕的海域制造混乱。我们俄罗斯在黑海、咸海海域又一次平息了战乱，攻占了亚速。让我们为俄罗斯的胜利，为我们的新征服地
干杯！